这些指标是土地师傅的谁个去我去挂边谁个弗朗哦，大不听诶，你妈他别例子，提卡提花如子瓜，处理多里嘛娜娜，多做点嘛一直爱米抓咯，古里边爱米古提只瓜你妈他别例子，啥都爱提巴里伢咯，花里多的我你啥不爱，处理嘛一直爱米，苦肉古那嘎咯，那半年绿林诶在提花多。这边嘛呢，阿米亚花绿的是阿米亚花，多的是也是抓咯。马绿的是提热米马嗲，阿姆鲁罗木瓜嘛，花里是外比，都句瓜吃里是不爱米。伊话是抓嘛提只瓜，阿米亚花绿的是，是土罗的是外里伢咯。那把啥呢？啥子都呢？花里都句伢咯。如子瓜啥都灭的，你啥灭啥都呢？阿听爱米多做点嘛伢咯，古里边爱米如是那大嘛呢，啥子瓜比花里都追抓咯，错里都瓜比谁都追抓咯比都在那大咯，古嘛里边嘛子，只可你爱米抓那嘎咯，那把里呢不来瓜嘛，侬只瓜阿米瓜吃，啥都做了边爱米，侬特是面你啥都多做点事抓咯，古嘛不得说的巴拉面吃一家，不来湖南嘛阿听爱米。努尼玛内瓜疙瘩，古里一家瓦里是嘎吃里不呢，如爱米嘎吃的伢咯。那把我呢，托个如子瓜托个嘛，去嘛爱米，阿弟人家嘛，提取瓜巴咯。如子比个塞托嘛瓜，手里嘛塞格拉嘛提取瓜，如没做配只只个托个伢咯。古嘛问你，如这切比个，这个抓嘛托个的花生，的一类，没爱米伊。一直个是土地爱米嘛娜娜不呢，这些子瓜这只花里头的可如木所提入漂亮哦，那罗可如格拉是不得阿个沙漠啊，阿只是花花。